어,
心经，我们小声讲。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界，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舍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愿消三藏诸烦恼，会者明了，不愿在爱上喜，消除无事事常行菩萨道。妙相遍度华萨
如佛土，我乐其弘扬，愿如有情共享，此净土。Idang Guru Rana Mente Raganiya Thayame 学堂所地求囊拉强救巴度达尼教书。大概接近也算那也，抽拉偏执上给诸巴修。上界学堂所地求囊拉强救巴度达尼教书。大概接近也，所囊地抽拉偏执上给诸巴修。上界学堂所地求囊拉强救巴度达尼教书。大地千年皆为所囊地抽拉偏执上给诸巴修。各位法友，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啊，还有各位网络上的在聆听佛法的法友们，大家好。从昨天下午公布最新的法讯之后，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尊者的状况。那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因为尊者因为前几天过于劳累，有略受风寒，所以正在休养。可是情况已经好很多了，目前精神状况很好，胃口也很好。只是医疗团队强烈建议说再多休息2天，所以我们这几天的法会，我们会请那个智摩切帮我们开示。尊者虽然不在现场但是非常关心我们大家的学习。那我希望我们在现场的或者在网络上那个闻法的法友们我们都能够用专心学习，让尊者放心。然后我们在可以的时间可以用各种方法做尽最极致的一些善行。好，我们希望以此能够祈请尊者能够长久住世，长转法轮。那我们现在就礼请那智摩切为我们说法，谢谢。我来干嘛嘞？我呀。他当老妹妹他们讲，我在这边老是这小了叫我叫我那从这上班的都是天天在记录，这段时间他们新年年的那些，这家境原来人也所以的就把天天接包的老吃多的经过，你老边人家现在在用我们的安排，当年的话都老多说年。南无老爷格当日当那些个主本当没干那么当着关节长那么结账，我他们这个多大个去的喽？看个电视这我讲个我不见没包结包没包当没包我没包装。他的对面电视没这我你些点包这个三千万嘛。咱把的拉着走喽，我拉着，我呀，那等的兄弟姐姐是吧？他妈，你碰到你了，瞧你谁干了？各位叫我看到看这是这个人那样，他妈滚了几二几档，他妈，你给我看起我的，给咱，那坐下中我要听，等于我的开车吧，没得，是吧？我等一张，
다 토마 그노 야보지 거고 와이 말에 와 개회 차와란 도다 먼저 세야 돼 그노 기라와 개회 차와 최연구 최장 아니 그노 야보지 맨나 아니 최스 도고 말에 인자 토마 그노 야보지 거 와이 말 된지 말에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佛法的一个讲座的交流。那如同在修行七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到初后修二事。如果你们想想看这句话的话，在25页，初后修二事，也就是无论进行任何的跟佛法有关的一些仪式也好，或者是交流也好，过程也好，它在一开始的动机。 意乐以及最后的回向，叫初后修二事。这个初跟后这两个过程是极为重要的。那其中，尤其是在进行任何的一个传法之前，无论是传法者也好，听闻者也好，听法者也好，这个动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是善是恶，它的一个标准是以 是否具有善心，是否具有恶心来去定义的，所以具有善心将相应于善，这个行为将相应于善。同样的，如果你的动机是正确的，闻法的动机是正确的话，你所闻的法才能够相应于法。因此，我们在进行这一个佛法交流或者是讲法的时候，无论是讲者也好，闻者也好，首先先要观察自己的意乐，并且把它摆正到，把它摆到 正确的位置。哦呀，天天一张，俺这大的，人阿都弹出去电上不，年纪特别多，俺这腿的，大的搭上个往太阳把的，腿的，俺这可以拼做那马家王，马干什么大叫可以呢？东阿什么的，俺大把地那，俺这东阿局长接完了，这月七度，俺这他。 탑자라나면 발라는 바서비 상계지 고마를 뭐지 쟤네제 토바 차고도 어딘가에 토바 고마 토바 제발라 안에 토제지 남냠슬 량고와 토제지 냠 렘슬 렘발라야 안에 토마 시거와 토와다 삼바 고마 숨보여서 렘바시도 온데 쪼고와 진짜 인자 시거와 어딘가에 안에 요 呀，这个写作，俺那谈的像就南京人吧个，俺那个我的阳光那么脏啊，我这边面啊，俺那边铺的钱吧，像就南京人吧，俺那搞手的，像就南京人别这些他家马上嘛没吧，俺娘姑姑出的丢吧个，俺那老人娘姑个。 안에 결혼도 뒤사세 양비 애군어 군저 지름반나 마신도 사다데 사마샤나 我们在场作为闻法者所需要的意乐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这么想：好不容易获得了暇满的人生，那我不应该贪着、贪恋在这一些轮回的享受当中，或轮回的圆满当中。我应该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利一切如母有情。 而来去完善自己，成就无上菩提。为此，我要知道成佛之道为何；为此，我要知道如何修持，如何走上这个成佛之道。因此，我要透过闻思修的结合来去了解这个成佛之道如何行持。因此，我以这样一个清净的意乐来去接受宗喀巴大师所撰写的这个菩提道次第摄颂，因为 这一部论点里面，它包含了所有的一个成佛之道的要义，而且让我们很轻易的就能够去修持。所以我以这样一个清净的意乐来去闻法。我出发先不供查菩萨的法本第15页，第一供养法王。文殊师利永世与自在，智慧妙平充满至甘露，广大持教细美。 香言至圣手，白莲我供养。
哦呀，说着喝了吃啊。你们慢慢用茶。那看你个休息家伙。那我便慢慢讲解，你们慢慢用茶。哦呀，那人这边，俺那他们就让人把给养过，给俺那些人不往切完了，俺那他他就让人把扩张给，俺那他开始说了，为的怎么，俺那这这切完之后开始话的是缺空怎么代表怎么被切完，当然了，给我这边就切完，切完一点就去了，那些其他这边做。但把我就那么其他这位人把钱呢，是不是写都写完的，是吧？哦，要讲，等于他去空中把他们去再把被吃完再的，他去的俺那边搞空中把干的噻，俺那这么的，你们下家生根嘛，有的，俺那哦，人把现在全部这样的嘛，有的，俺那。就把人把写的是呢，俺那嘛，讲过了嘛，中国话全部那嘛决定，俺那讲过了嘛，中国话全部给，俺那就叫他们家马上嘛没把，对不对？俺那长期他们人把那边全部送上一把的，那边全部给等他的啊，俺那嘛对的，这当俺那对话对呢，那他来就对话的了。先把个这些就马叫呢，俺那对外去了，俺那那边真不是什么人吧的，是吧？俺那我家电梯你个样，俺那你不把对的，俺那边拉到连的话，你们是连的话，个这些都对人，俺那你们姑姑去的什么的了，俺那边对的现在对人吧的，我连这位俺那那边对的。俺那他青牛哇，团子哇，团啥哇，我这边拉对两的话一张，马上就外面把他们那边没事吧，很多全部要的，也这么些呢，哦呀。那菩提道次第摄诵的一个殊胜功的为何呢？如同广论的一开始的四大科判，为显其法根源清净，故开示造者殊胜。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如何说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以及第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为四。所以在一开始讲到造者殊胜的时候，有说到了，从导师释迦牟尼佛那无有间断的传授到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完整的传承。那如同广论的这一个四科判里面所说的。广论里面所要诠释的内容，对于一个想要行持菩提大道的一个修持者而言，是很轻易的能够就去融入于它，甚至去理解它。所以，更何况是这一个菩提道次第摄诵。菩提道次第摄诵的撰著的方式，它是一种记句、记文的方式而写下。虽然它的用词并没有那么的冗长，没有那么的繁琐，但是它用词不多，可是它所含摄的内容却包含了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要诠释的内容。所以对我们修持者而言，能够轻易的来去接受学习这一部菩提道次第摄诵，对我们真的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哦呀，那今天谈不起。吃空怎么对不对？再把被吃完的了，他再把看的就把看的讲话的，咱俺的了，那种对人可能送话的了，俺来吃吧的，俺那些把他们吃吧的，俺那兄弟我娘孙俩把他们给我，把都给我，他们给我都是用给我的，那他不得了，俺那吃吧的，俺这嘛吃空怎么等不得了，我呀，平常给来现在准备过。太阳周围热瓦光源上，马里学家七千3百多，俺呢，下去找我退了国家查这一个了，全球全国看了投票，投把哪些钱呢？全球投上考我教人噻呢？俺呢，你们下家这个都把下家投完了，俺呢，我告诉嘞，投把人上，俺呢大讲过，你们下家投完了，吃吧这了。我平常给来吃饭就没做事，平常错了，反正
古典样，俺那边俺那给了7万准备工作是讲了，给我批送上报了，但呢，出报给国际印章，拼着给了7万准备工作是，从你家进步上报了，但呢，参什么总局长你的北京上报来边要去来边准备国际印章，拼着给了7万准备工作都是我样的那首先讲未显其法根源清净，故开示造者殊胜嘛。所以在此呢，有顶礼以及著作前的一些承诺等会有这种相关的一个顺序和次第。我们先翻到30页，无边福聚所生身，无量众生乐闻语，正观无尽所知义，释教尊王我敬礼。所以，如同造者殊胜说到了。我们的教法的起源是来自导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在此呢，顶礼导师释迦牟尼佛。那顶礼之法为何呢？如何顶礼的呢？首先说到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身功德，之后语功德、义功德。无边福聚所生身，有无量不可计数的福报所累积的32相好、8种随行好，具有这种身功德的导师世尊。呀，今天他。分做个了，太阳主义是我光为送谁讲了？送个元旦，是吧？送完元了出去接电的，点元旦他点吧。送这你都送你，人他妈你都说考谁讲了？这么点那个送没到我，所以怕把点吧些，我等着去送几个样，都在让给老上怎么联系点吧些了是吧？俺那边让个。对白团他大把说是快一张，就是太阳作为热瓦光为送，是这瓦让给热瓦不得对吧？刚要把的光瓦给送，我送几个样，俺那对这个他妈你都考完一张，我第一张，刚才太阳作为热瓦光为送，那第2句无量众生乐闻语，也就是透过这种无边的功德，那所以导师世尊所说的法呢，能够这边是译者补充的话，这边是讲乐闻语了，但是藏文直接翻译过的话，更像是满足你们的愿望的语，满足众生愿望的语。那因为满足的关系，所以乐吧，所以叫乐闻语。总之，无边。众生乐闻语，那导师世尊的这个说法的语功德呢，包括60种的语功德。那其中一者呢，就是虽然导师世尊所说的是同样的一句话，可是弟子们却能够随顺着他们的根器，他们会听到相应于甚至于对他们有好处的话。所以所说的话相同，可是众生的理解不同，而且产生的效应和利益也不同，所以它可以满足众生闻者众生。的这一个期待和祈愿，无量众生乐闻语。呀，他听送个元旦前那个，他途经元旦开始我的在那马六学校七星水比土是一个，学校马六吧，点把新拉是吧？给绿位，我那学校马六吧。西南族的、南京南族的、这边南族了，所谓学校马六吧，其他我是拉对了，就是让把是下班那些谁把给我途经元旦，马六学校七星水比早，七星水比途经元旦，那接下来是讲到了义功德，导师世尊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义功德呢？导师世尊所具中的义功德为。正观无尽所知义，也就是他能够遍知一切，无论是4谛也好，2谛也好，他能够遍知一切万法，遍知所有的现象。那一切的万法，如同他掌中的这个优罗拉，就是安乐这种透明的这个安摩果以外，他可以非常的清楚的看到内外的透明，所以对他来讲，遍见万法一切法都不是问题，这是他的义功德。计算龙
马来西亚七千随便土，下届做我的啦，国家在下届完了也是也做冲吧，俺们伢们下届生个的啦，俺们下届土完了，俺们我从国外对别过来查查我的啦，下届做我的啦查查咯，释迦尊王我经里，那出生在释迦王族的这一个尊贵的导师释迦牟尼，在此我以身语意诚心的真诚的顶礼你。安尼咱们对嘛天意赛季说是，安尼咱告诉天意主把啦，简单明白。安尼你专门的人们下下生个天意，安尼就是说话个赛季敲的啦，安尼看强把他这样人，安尼也是为咱们人被主把激荡，什么当把你就被，你别上面咱们就把你也别样呢，咱们当把天气赛季因为再把工具弄的，困难呢是，安尼上节去再把他们家去被上节去团再把给安尼苦的些呢。长美心都主办那时候是安尼上节去长那年被主办，报他们把主办过来团再看给，安尼没办法减肥了，亏啥差这样的，减肥了差啥我这些。接下来是无上大士最胜子，贺复如来事业单，便有佛刹力有情，慈氏文殊我敬礼。无以伦无能媲美的无上的导师世尊的最胜子，也就是慈尊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最胜子，贺复如来事业单，以身见行和广大行的这一个传承来去承担如来的事业，并且便有佛刹力有情，以化现的方式到各个的有佛法的刹土去利一切有情。因此我在此顶礼敬礼慈尊跟文殊。安尼怎么了解？安尼顺着啦，有些人安尼卡萨的。三米南极人把那落住去当，有些个杨树人在记了三米南极人把记得假期为南极人把去音乐变哪年，那三米南极人把举的举来的举啥的，安尼举中间的呢这样的嘛举安排的，是吧？安尼大就是现在上假期为南极人把中间的呢现在全把的嘛举安排的，是吧？有电站没办法减肥了，亏下差这的，想把你了都写，那是差呢。其实广播在咱们间是，但其实爸爸改变减肥引起，用这种技术给广播，其实广播在咱们间，你录入他他们进来的希望那些进来，这样的录入了就把他，想把那他们呢就比。算什么呢？用手查吧，查了大家查，我就把它查去。因为佛陀的留下来的教法，大致上可以归类为两大传承：身见行的传承和广大行的传承。那身见行的传承是由导师世尊传授到文殊师利，于是传承下来的。那广大行的传承呢，是由导师世尊传授到慈尊菩萨，有如实的传承下来。所以在此顶礼慈氏跟文殊。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极难误解大般若，如意善事占不言，名称遍满三世间，龙猛无着或敬礼。也就是这一个极难了解的大般若，也就是讲到身见行空性的这一个内意，如意善事占不言。那如实的善巧的去诠释，也是很南瞻部洲的这个庄严，像龙树菩萨来讲的话，明真遍满三世间。那这个身见行由文殊再传到龙树，那广大行是由慈氏再传到无着，所以在此说到龙猛，也就是龙树菩萨无着我敬礼。他天着为占巴当、强巴当这样来具备。三位南极人把他假期为南极人把牛我的，明安牛我的
제도 뒤에 아니 냠솔래 초조서 나가데 아니 수레에서나 아니 저저 반대 아티샤 와 이단 신다 전부 니래 류집에 삼문다와 자체 제비람 신다 전부 니래 집에 토메당 참발라 집에 아니 삼모다 주당 아니 자신 제지 냠솔래게 내가 용서서와 내든가데 담비제신 아니 저지 반대서 마음에 들라 아니 쳐봐 오야 那将此两大传承以这种非常简易、容易相应的方式，将其两个传承整合的圣者是谁呢？是阿底峡。所以在此有顶礼阿底峡，从二大士善传来，身见广行二种道，变色圆满无错谬，敬礼教藏阿底峡。我呀，人家听的马前呢，你讲过那么中国话全部呢马具体听的，你讲过那么中国话全部现在，你各位新人了七八的了，让上苏了过了，台湾米，加上他把这边中国就，他把了这边中国做，这边这边他该在把伊，你啥子新人了开车啥谁干了，你咋告诉的？这边那么了七八，呀。那之后从阿底峡，大师一直传承到宗喀巴大师的缘故，所以在此宗喀巴大师顶礼自己的善知识。那是以什么方式来去进行顶礼的呢？能是无边圣教言，趋向解脱最深道，哀悯权巧勤开眼，敬礼一切善知识。在此顶礼宗喀巴大师自己的善知识。我呀。你去空中把电瓶再把被切挖的，但是都是利用过的。所以在此讲到，就是为使法缘清净而开示造者殊胜的这个部分，第一大科判。呀，但你我当我了，我这边确实切挖的嘛，看这种过的是哪？你咱们的开挖用具做个件，年别做把点做呢，上个挖，就是他们你了，临平都。有些强制了，别人把你，是我的妈前呢，这个对马路过完了，是个我对他，在那条这个也别把他转了那个，就是他们人来人把现在这边，你当把这个你对马路把过完，当把人家往个叫你别就马上把读完了，熊山东给全对不起。你半天两把设备加做样人是我这加做样人，但听嘛点把多没干没多吧，虽然没来当下吃吧，你也有光把其他做点吧，你去全部养上来送吧，呀，这几家不开会叫我呢，干点蛋白，准备点别蛋白炒是呀。那接下来呢是。属于第二大科判的内容，金鱼教授起见中故开示启法殊胜的部分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念到一切智者顶上言，名称翻床及显要。那显要者为谁呢？龙猛无着，他们所善传来的圆满菩提到次第，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能满一切众生愿，故名如意摩尼王。遍摄一切正法流，是故译名善说海。那所以呢，在此有说到了这个教法殊胜的缘故，所以呢是以通达一切圣教无为殊胜，以及一切圣言现为教授殊胜，以及易于获得圣者密意殊胜，以及极大罪行自驱消灭殊胜的一个方式来去讲解教法殊胜。呀。因为他刚才他们都别叫我就是，但吃苦我真的，当我那苦我就把个确实吃完才了，他怎么说嘛？因为刚才他们点别点把吃，就是什么？咱们人把伊原来，咱们人把伊依然没着，也没着把的，也没干嘛，真正熟悉也，就是当我那苦我就有出息嘛。我今天虽然过去，
가서 당하고 최원 이된지 최래 년세 체비 수대 다디던 마텔라들라잖아 저기 이제 수라 군지 인본 두두바세 수라 탐제지 인본 두와 장주 남지 선반디 수디 퇴를 된다 년바다 아니 올라서 탐제 체단테 파연서 어제 제자마상 사와단 자체베 남지마 르마 마상메비 안에 담제 차바당 안에 퇴비 파연서 된저위 파연제 랍진 리버링에 천이 자체 못 써봤던 게 안에 누자 랍진 리버링에 봐게 안에 퇴된 삼 오자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达圣教无相违，能知佛语皆教授，速得如来甚深意，极大罪恶自消亡。所以再次讲到这个四大科判，是故，所谓的四大科判就通达一切圣教无为殊胜，一切圣言现为教授殊胜，以及意为获得圣人名义殊胜，以及极大罪行自去消灭殊胜，就在这4句里面有说到。是故印藏诸大德，咸共依此圣教授，依此三世道次第，宁有智人不欢喜？所以在印度或藏人的这些学者大德们，都是透过这样一个教授而去获得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智慧的话，岂能对这个三世道不欢喜呢？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总摄佛经心藏义，能得一次善讲文，说定一切正法服，悉能摄尽因思维。那这一个三世道的一次的文思修，等同一次的对三藏经典的文思修，因为它总摄一切的要义，所以应该好好的去思维，善思维。我要前地方外头天三之后的，当然了，国际为7万年前就出来年些些为数的第一天，那当然。但把我去老马其他他天然他，但把我去老马其他这个人把天啦，啊，你在南极在我前一点被出的，当然老去用是吧？现在你都想过的，是吧？我电影上，那呢，南极在我前一点被出的先把天啦，啊，你在等着听的马前呢，他说的，这件事，天然地气来说轻也罢。但这里边这边早晚呢，咱们这新业谈判白把一3当这边出现这帮的，同样少个钱没当话，个性这边700年话这几年每年的地上谈这钱讲提醒讲着了，我说我这个我你那起码给来说他们家，俺的新业来等来什么？原先切记他们家，俺的新业来拿来把印章。地基来说轻也罢，但这来把这边在往呢，南边什么新业谈吧，白把3当是同呢，俺的新业少个钱没多吧，俺的个性就把给700年吧钱，俺的7把钱，我的俺的，俺就是来每年在这谈这钱大家都想。那接下来呢是讲到如何说闻2种殊胜相应正法，那。所有以及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也。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几句：所有现后诸福具，其能最初成就者，为由意乐及加行，如法清净善知识。那以意乐来去清净依止善知识和加行来去依止善知识之理。众志命缘终不舍。儒教修行法供养，那这个儒教奉行法供养就是供养最主要的一个供养。儒教修行法供养，至尊恩师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我呀，真正应当，俺你到新年点住台上来呀，俺你那么上节说大过我大年我初期他就大我3了说话。可能个新年点被攀援3把档，俺你马点被年没3把档，点住老兵年没3，我你大个就大年话，初期他就大约出了说话，说他10天忙不久啊，听说这人心都上了当些，俺你没能讲也听听没的，所以在此呢，就讲到了，依止善知识的时候，我们说要如何依止依师，那我说到了视师如佛。
那如何事事如佛？这么事事如佛的话，有何利益？不这么做的话，有何过患？有何过失等？说到了许多的这个科判。我呀，这些说，那今天咱们就找我带呢录其他讲的人把台了，现在出行的带呢，那现在其他电把带了，人说连续带呢录其他讲的人把台了，他又带了，因不连被去顾我当，因不其他连被出一些。他又带了，因不连被去顾我带了，那他叫我也送我当，我在这里也把搞我当，那天天去上班就是明白的。接下来是即清净已如何修心次第又可以分2个科判，于有暇生劝取心要，以及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于有暇生劝取心要又分证明暇满、思其义大、思维难得等。我呀，他叫我说这一张，我这里，他的了，他有点的，也是拿来了，也是你不讲到了讲，那告诉的差吧。我听着我的，那在了，人家也把他的咱们是意思，我在等人也把这边系统的搞完，就主个别过来也把搞完。我总个有可能也把搞完，别四个有可能也把搞完，是的。但动作刚刚这了，那就跟龙马一样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暇满为什么难得之理，暇满胜过如意宝，唯有今世始获得。所以在此有说到，以他的一个暇满之因的思维而言，他是很难获得的；以暇满的一个体性，它的一个性质而言，也是难获得；以譬喻而言，也是难获得的。人家旅天怎么我去托巴来呀？就是那把他把送过来的。但俺让就谈他给特别谈这些电商谈这就托巴了，就是那把他把吸收，马上这么没被他们家了。俺那就说怕进去给吵起哇，真的是话的。我觉得马上呢，俺那他有门呐，这不俺那真的电托巴用上这个马的话，我就只不过可能也把搞哇是。那即便是一般的人生，都是需要清净的戒体，才能够成为一般人生的因缘，更何况是暇满的人生呢？那更是需要不只是清净的戒体以外，还有清净的一个发愿，广大的发愿，还有像布施等这些善行作为助伴等众多的因缘聚合下，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哪怕就是以暇满的一个承办的因缘，就以这个角度而言，也是难获得的。我呀，我怎么搞我是个了？我怎么搞我就该有关的。俺这人点着呢，俺这结完呢，点着呢，俺这结完呢，3000都这样吧？呀，俺这讲俺这呢点着结完呢，7000差3个1000都咱差不多意思，他点的几万嘛的。呀，那就以这个暇满的体性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暇满人生是多么难获得的呢？因为从善趣堕落到恶趣的数量来讲，就以数量而言，如同我们遍满大地的昆虫般是这么的繁多。但是从恶趣转生到善趣的这一个众生，就以数量来讲的话，就好比是我们抓沙子之后停留在指尖的沙子的数量而已。我呀，别谁个讲，我总个人家也把搞啊，但真正人就主个别可能也把搞啊，我都是现也把搞啊一张，但他的人就特别搞的，俺你打电线上不的确实是马上话，俺你把打俺们英国去敲个话一张是吧？这一张，你个进来，哪个那么大钱，出的3年几天敲话。跟明白恰话心头多少钱呢？人生跟着英国联邦哦，那就俺讲俺们在他去，他就确讲这些讲谈了是呀。那透过以上的这个因难得，体性难得，以及然后他的一个譬喻难得的思维，
来去好好的珍惜今生已经获得的这一个暇满人生。难得意事如空殿，思以则觉世间事，徒劳无益如阳康。故应昼夜取坚实，至尊恩师如是修，故欲解脱者如是行。哦呀，他地里去了，俺他就整个就从整个那嘛，都是来嘛，就老高话人的，是吧？哦，新年俺都没结定没结事，是吧？今年俺没，俺呢第一就叫工作什么样哎是。俺送个几百来叫我钱干的，俺那收的是工作什么的，是吧？但俺让做呢，俺做了没几百定，咱说了啥了的，说个叫亚伯去支援呢，俺做没做过，等着就去他钱啥的。俺那他俺让这经济钱完了，俺那给外钱完了没吧？没给外钱完，全就彻底都是两位的，不然俺这他吃我这我去吧，都这样过的，是吧？人家他今年去的，俺今年现在俺这没去定的，俺那用俺这个几个把来叫我现在的数人，现在他工作什么加过人，接点把我3家工作家，接我去工作家，接准备打着工作什么的，俺那加过人是吧？3家工作个。缺点接点把不接点，其他点把那些缺点，俺让说个做，娘说让把那在那经济这3把3年，俺呢我原来就是嘛，现在这他这3家就恐怕多把讲过人家，有的人家第一就叫工作什么都结实，我第一次讲着新的点把当的，我第一场讲着开车把人家。军山第一次讲着新的点把当，工作什么接受这个讲着呗，新的那点把有话几趟，俺那讲着老家的啦，俺那连着给哪里去的嘞？就给我吃完了，在那之后给我请完一张，给我找，俺那给我做把当，东俺没对那就没给我了，在那请完一张，东俺帮完，我今年给这个让着苏醒的这把的，第6家年把买把家，天上干那连着来什么呢？是干那个连着，没给我来几年没什么，给我来几8月3呢？俺那他让着嘛那吧，没给我来他们家帮我的，给我来他们家了把900个，天上让着干那连着来什么呢？让着苏醒住了，然后来说。那就俺讲人们太大在，他就在讲提醒讲在老师那即便获得了暇满人生这一世，但是后世会到哪里呢？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因为就凭我们现在的作为来讲的话，我们行善是非常的困难，行恶呢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自然。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判断后世会投身到哪里，还真的说不准嘞。所以死后难保不堕落。那我们堕落到恶道的时候，有谁可以救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堕落到恶道呢？能救此位为3宝。所以在此说到皈依了，故应勤修正皈依，终不毁犯诸学处。那皈依的学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遵守因果。所谓遵守因果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善因为何，由善因坚信由善因会感得乐果，坚信由恶因恶业的恶因会感得苦果。那透过这种因果的坚信，好好的去行善断恶，那这个呢就是皈依最主要的学处。所以终不违反诸学处。那好好的去了解这一种善跟恶之间的一个差异，那尽可能的去行善断恶，这个就是皈依的学处。复因善事诸业果，如理取舍，乃能变。至尊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呀，俺那他彻底来先把老吧，叫我起码判下来先把老吧。天马在，俺那我告诉人，俺那让他先一个人呢，俺那先去听做了做出这个他就什么几两几十把这马行动吧，如果要一张。
나 저거 주고 냠소래 남자 냠소래 되라 아니 대야 간나랜데 라는 진짜 장자로서 남조주라 천이参与 댄스 다때 단조 그 대상 예대게 맞아 봐라 지를 땡들이 된 잠재게 아니 사실 요 말에 남주발라 봐我一在电车把在顶这里面，咱们就把那三些新的车把印章，咱们就把参与的，马年把多三些没有完呀。印章第一马上没被拒了，老三，他才叫我起码的那样，啊你沙瓦当家几位，咱们这里边两岁两辈，电车把的钱，啊你谈着个电上顶这就特别拒了老高的，第一马上没被拒了个。인주 가르에서 고슴 뒤도 처면 바와데서 어디리 고슴 아니 영아 있음죠 고슴 아니 동화다 님모보다 동화지 바와데 디디디 바바 장네 아니 디디 타바 추준 남바 타바 그 시소네 아니 대체바자 주고 봐 인자 고슴 뒤도 처면 바와데 바와데 하발레주 정와 내체베 레주 정와 다 내체베 다 도마미 반에서 왕아랑도 지라 디디 마보 지와레 텐자와데 정고레스 대야 아니베 장나 님부터 시고네 샤바잖아 아니베 다바예와 와 오이다 대야 님부터 시고네 샤바잖아 아니까 아제지 가자 디발라 투콘도 정와 제바당 치제 토랑 바장 미제바 미제냐 바데 녀발라 라도벨 따당 아니 녀복군도 제베쳐 아니 고슴지디 오게완 주바 오두센이 요아레 도시로아 어이나 디도 도시 땜바 도시 상화 땜바제 난종 애자냠레 대다제 탄도다장 대신 장자로서 那因为不只是要获得享满人生，我们更要去学习如何不要贪着今世的这一个圆满。那之后，我们还要去学习如何不要贪着于后世的圆满，要获得解脱。那这个解脱不是为了自己而已，我更要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要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一个道次第要走上去的话，没有这个享满人生的工具，我们很难生生世世的很稳稳当当的走上成佛之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再次说到，若未获得众得生，欲修圣道亦难达。所以，现在为了我们能够确保在菩提正道上面能够稳稳是生生世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故应学此圆满因。那这个暇满工具，成佛的最好的工具，它的圆满因是什么呢？就是净修三业诸垢染。那就是身语意要做出任何的行为，都很可能会在相应烦恼的情况下而去造出身语意的，所以这种身语意的三业的垢染都要净除。那净除的时候，什么最为重要的呢？忏悔业障尤切要，故应恒时依四力，像是对自己现在所造的恶业产生极为强大的后悔心，以及我将来不会再次的犯错的这种防护心。那为此而去持咒观三心等直接的对治力等，在此有说到四力忏悔，至尊人是如是修，故解脱者如是行。我呀，我说我把每天呢，你呢跟着什么叫做些，地方给做太大做罢了，就把后来就把清洁路，在老王就把它做完了，大大做完的。我说我把那夸的我说个几天就来见人些。我说明年，你我得到了这边的工作上了，就是这个讲究，是吧？你讲究老家的了，你地方帮我了，给我主办，地方给做他到主办业，怎么后来才把亲戚老，这我都是这样。像上次会供里面呢，也有讲到说，为了能够脱离三恶道，不再遭受三恶道的痛苦，所以我等要好好的去行持皈依，并且遵守皈依的学处。那皈依的学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己所能的去行善断恶。我呀，他提前了，你就知道怎么样了，就这样的了。你
独点人民什么了？马边那他把对你其实没这些。观众科学就是马上呢，科学在我这就没些呗。虽然呢，就点这些点把它科学刚个就把写我解释，我在大独点，独点人民上独点是真把他人不要嘛的，俺让对人也已经想完就去碰不得独点动我点嘛的。俺让碰不得是吧？问题，你那的碰不得两把了，但是他动啊，刚刚用啊的碰不得了，但是用过的，是吧？人家就是来人你们被进被，哎，进把了马州跑到，俺那他咋不讲说的？啊，等于国家再去点没吧？一张碰不得了，但是把碰不得，俺那俺让就这个那。没当把他东啊，我当是电信，我电信设备刚才碰不得了，俺那我你们是从我去国外各个人长，我对待你们上了嘛，把那他把提醒没进去行。俺那对待的你们上了东啊没得那，俺那东啊个绝对帮过来，东啊就绝对来把老板就各个人，东啊个绝对看人上了，俺那。观众可以就是没什么啦，可以在我接受没些呗。我家观众可以接受我这上，我让了观众看了这就讲了，做当时马日吧，当时马日被过来的，过来让的，俺那告诉人，恰当毛什么节，恰当毛什么天往个来上，来的爬家，俺那等于俺咱们就定做过的，真的有爬家的，俺那也说的。俺那啥叫你？俺叫我两天俺通报的证明，俺那东俺忙不尽量过我院长对通报这个早晚东俺用那个早晚的花了土的啥，他当时马上把他土把院长是吧？可以早晚就是没在没些呗，虽然那种这些点把上，是吧？可我东俺就通报了，但是叫我记当，通报的来的。俺那连夜看个金巴个，俺那你们我写完去过过来些，我写完去过来些，可我看个金巴写完去，那就俺讲咱们在谈着去讲，这些讲啥了是哦。接下来是共中师道的部分了。若不思维苦地师，如果我们不去反复的思维苦地的过失、苦地师、苦地的过患的话，终不能发解脱欲。那这个出离心的解脱欲是没有办法发起的。其实苦地并不是跟我们很遥远的，苦地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有的身心，我们现有的运体，都是由业和烦恼所产生的。在不自主、无自主的情况下，被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这个身与心，这个运体本身就是苦地了。它就是真正的苦了，地就是真谛的意思，真正的苦，真正苦的来源。因为有了这一个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身与心的话，这个运体的话，我们的痛苦是无有间断的，直到这一个业和烦恼所生的身运没有脱离之前，我们是不可能脱离痛苦的。所以在此说到了许多苦地的一些形象，像是无常、苦等的这种形象。那所以在此我们要去思维苦地的痛苦。如果我们想要去远离这一个真正的痛苦，这个苦地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若不思维极流转，苦因就是所谓的极地，所以我们要去思维极地，因为我们不想要痛苦的话，那就要从苦因的斩断开始下手。那我们要去了解到苦因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为何无明是一切苦因的根本，为什么无明会去让我们产生贪嗔，由贪嗔让我们去造业，这个业会留下种子，那种子会留在唯我之上，那之后随着因缘之后，这一个习气会成熟，成熟之后呢，痛苦就会发生，就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切的苦因，我们不要的痛苦的最终来源，都是来自于我执，也是一种无明啊，无明无执，无明的我执。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所以若不思维极流转，如果你不去思维这个极地所带来的过失，会让我们永无止境的流转的话，终不能断生死根。因此
为了能够升起厌离三有，而去想要去希求出离，所以因厌三有悉出离。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了达生死系复因。我们应该知道说，这一个由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这一个身心，这个运体，就所谓的苦运啊，它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实执，无明我执。至尊人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我呀，来到你们为经把呢，我让你通过的来到你们为经把的扩化的，经把的了做化的他把的，他把团队念完了，我他团队念完了，他把团队念完的，是吧？我电影上我让做，根本懂完了，没得别落结完那些，就看公布就讲了，公布懂完了，没得别没得别落结完了，对完那些就碰不天啊，懂完结那些就通完了，对吧？他把同一个落结完了，是吧？总言之，就是上述所说的，你被业和烦恼所操控的话，这个叫做轮回。你能够脱离业和烦恼的操控，业和烦恼的掌控，真正获得自主权的话，那个叫做解脱。就像你口渴的时候，你会厌离这种口渴所带来的那种不舒服嘛，你会产生一种厌恶口渴的感觉，所以你想要去喝水嘛，透过喝水来去减缓这种口渴的苦感。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说，被业和烦恼所操控的话是多么的痛苦，我们才有办法产生厌离心、出离心。我呀，可能就这些点把它可那就爱讲，人他在他对他讲这些讲谈了，我现在我可看个经把这些讲呢，写我前呢，我老师们讲来点过哇，我第一章那就爱讲，人他对他讲这些讲谈了，我理解，他就真的他们那么落讲的电影把的。所以了达生死系复因，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生死最主要的，我们为什么会被业和烦恼绑得紧紧的，系复的这个因缘是什么？了达之后，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三学，好好的去勤修。至尊人是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以上已经结束了共中士道的部分。那天呢，我看个经把写完去，人家俺家人们在大街谈着写的，提前讲着了，等于他甚至他说他们就相信的，那就把他们就适当的，从一个呢，谁就知道我老张个就对别说他们带的，这样，就看他等到就真的他们老讲话清楚我话，第一件呢，俺的就全部当。就这边来讲话的那以上如同刚刚所说的，已经结束了共中士道部分。那接下来呢是上士道的部分了。大乘道命为发心，是菩萨行根本一，能转资粮如金枝，摄纳众善为福藏。我等这么多，带着写小伙子，我呀，当然可以看上的。那做开解决的了，联系现在的开解决的了是吧？工作什么的，让给家为了接受着我的，吃着我了要把的，吃着我的怎么是吧？是吧？他点不起来接受着联系，可我做到300个呢，工作什么接受这个讲着的，是让把台湾在我怎么满意吧的。是吧？我这现在谈到修完那些以前呢，俺说东安保卫每人呢，人家工作什么了，接受性，地方给做，他咋做吧了，做吧6年就吧，自己老谁干了，我弟干了，俺说个东安了，就是马上把了，可比东安了，就是找不着俺有俺妈的，是吧？俺让就谈到这个另外这个。我让这电话这个啥这个电话店啊，东华街上现在买吧，明白吧？是吧？我让这电话店，过去东华的7张单两东华，可以拼做一个呢，可7张单两，我把没朋友啊，
내가 매빈이야 저 조회인자 그런 엄마 매빈이야 인자 거의 빈도라 제점 된장 엄마 매빈이야 세고소한 나시잖아요 거기 진짜지인 그 빈도 진짜지인장 아니 동아지 나시는 마도 대비 고가 끝이 좀 매봐도 다시 한 거 같아 所以在共中之道的时候，思维四圣谛非常的重要。光是皈依的话，其实非佛的这些宗教，他们也有所谓的他们自己的皈依了。但是思维四圣谛，了解到我们的不想要的痛苦到底它的属性是什么？那以佛教的说法，就是因为被业和烦恼所操控，所以我们是痛苦的。在业和烦恼所操控的情况下，我们会无自主的去取有这些的运体，这个是痛苦的。所以透过苦谛、极谛、四圣谛的这一个思维，后来再去产生皈依三宝的这个皈依，这才是佛教的不共的皈依啊。如果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现有的世间的一个圆满它是痛苦的话，我们不可能对它产生畏惧嘛。如果你不对此而产生畏惧的话，你就不会因由四圣谛而产生皈依了。所以痛苦的这个思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去想说，世间上到底哪里有什么是属于真正的安乐？世间最圆满，我们世人认为最圆满的东西，它真的如同我们想象般的、预期般的，它真的是这么永恒的安乐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世间所谓的最好的安乐，你再怎么样享用它的话，第一个你不会满足，有一要十，有十要百；第二个，你真的长时间的去享用它的时候，它慢慢就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变成苦性。所以到底世间哪有什么安乐可言？最终这一切都是痛苦。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去思维这方面的内容。我呀，真正也到，俺40年的日本不就都在300过年，考了下落那么就没见了，想把就那点去3套啊那些下落那么就没见了。아니 타바트니가 로점제 책상에 좋아. 타바트니가 로제 책상에 봐. 아니 군조랑가 와서 거래. 타바트니 로 책상에 좋아. 所以你不经过这样一个痛苦的一个苦谛的思维，你说哦，我升起出离心，我要获得解脱，其实都是嘴巴上的一种耍嘴皮子而已了。我呀，아니 군조 300관에 거기 자와 레다니모 마잖아 아니 코알라 저베 람마임발라 람도소네 나와 테메도 그래 如果你不好好善思维极谛为和，那这样的话你要对付的可能不是业和烦恼，你可能会去对付其他的东西，所以极谛的善思维很重要，否则你可能会走入歧途。반자 두고 뭐 마셔나 대밤에 밤바 태양 아니 매 러바자 마도 아니 두고 밤에 와바사니부터 해매 봐. 正是因为如此，你不彻底的精通苦谛和极谛为和的时候，所获得的灭道二谛就更不用说了。遑论这一个灭道二谛是正确的。我대전 가라 된다면 다 되네. 란데도 동아 삼네. 아니 동아람 메데베 샬로나네 타바테니 제로 찬님 바지 제소나 아니 데섬제 샬라 베데 아니 마셰제가 도 송고아레 那当你自身体会到苦集所带来的一个困扰，苦集所带来的一种厌离感，你产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将自身经历的这个厌离感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对他人产生悲悯心嘛。所以这时候说到了修知母念恩报恩等。我呀，他对的说啊，虽然你就些点把它考啊看个经把写完去，那就看这些他听讲了说，甚至特殊남지兄弟的，老姐这帮남지，아니西藏店。 천일군이나 세주제다보 천일군이나 세주제다보 라장 거저 뒤에 사람 때에서 가나 천일군이나 세주그 제 안에 자산도 세도 주하나 신천이 안에 자주 그 sem제세나 다시 쉬만한 데서 가가 안에 남바야다 봐서 자주 그도 주와 자주 섬지 뭐잖아. 그거 또 전부 간지 제장 아니 산재주 고마토비 줄 메주바 인자 너야
신주 그라 손이 지다고 알아장 그저 뒤에 사람 때래 대다시네 아니 자세 바오남 아니 자주 그서가 두당 그 소진도 생거래서 그러와 자주 그 섬세하게 치도 저와 섬세 원한 라나면 봐야한다 봐 저비 산제 주 고마 터바 차오 냐버기 아니 섬지라 자주 그 섬시거래 dumbanyi chore dumbanyi den seda rande tenye da shende tenye ni sigore rwa shende shenji tendo yanda ba sowe cha shenji tendo se shende tendo yewa de shende tenye cha shen dunga judan jawala tane tabalana me rande tabalana ba yanda ba la gwende lo de shende tenye ke o cha 아니 란데 tenye de kare esana shente gobala ngala rani lana bayan da ba to be sanje ji ko ma matomna ani shen gum de bayan zang ani rande tenye ji lo se dimba ni de se tere 那接下来是讲到上士道的部分，大乘道命为发心，是菩萨行根本一。能转资粮如金枝，摄纳众善为福藏。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的任何的善业，无论它是再怎么样的强大，都没有办法转成佛的资粮。所以它如同金枝般，金枝涂在这个铁铜上面，就会变得更加的珍贵。意思是一样。所以有了菩提心摄持的善业善行，它才能够转为成佛之因。菩萨如是善了知，以菩提心为心要。菩萨知道，为了利益众生，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因此我所行的一切善法都要成为成佛之因。为此，他会以菩提心作为他的修行的心要，他的修行的精髓。那菩提心呢，本身是具有二希求之发心、希求他利之发心以及希求菩提之发心，也就是我成就无上菩提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他人，仅此而已。所以以这个利他之心，因此我要完善自己，为了能够帮助你们，我要完善自己。以什么方式完善自己呢？成就无上菩提的方式完善自己。所以希求无上菩提，所希求的无上菩提又具二利圆满、自利圆满和他利圆满。所以你要圆满他人之前，你首先要把自己搞定啊！你自己还没搞定，你怎么帮助他人呢？所以你要把自己搞定的话，你就要完善自己。所以要让自利圆满。我呀，跟这一档，这就个告诉，我这档我一其他写完的，我这档我安尼产出生意写完茶噻，我让这小朋友的了，做有那个啦，专对个三门节，安尼做有茶话刚把点叫了说话，做个茶话生把它马生把你用个是吧？我这边了想把的，做这档我一。其他写完家是，这些开外定义这其他什么些写完家是，我这讲了，这些都那面把杨大把作为强就都把他把切个两把的做对吧的几把的，那面把杨大把作为三节就光把他把切，他把切我两把生的些，他把切把了，他这些人光了，安尼。对차와 선반나 나세도 톱제지 남도 공부나 아니对차와 선반나 지바래 와 이상 제반냐레게 차와 선바데 주바 장주 그셈 아나면 바야다 바 도베 장제도 근데 토바 차오냐 비선바데 멤버 장주 그셈 와 멤버다 지병 원이 나바 니소 세我就是제가 전산나 대두와 제주가 나서 대화를 좋아得当 좋아에其他写话家 대신开外 되는지 其他人去写话的所以再次又说到了愿心跟行心的差别，如同入菩萨行论里面有说，你只是说你想要走，可是你没有走的话，代表你没有走，你只是想要走而已。所以同样的道理，只是想要成就无上菩提，跟正在走上无上菩提的康庄大道是不同的，所以说到了愿心跟行心的差异。只是想要走的话，有一点类似愿心，我为了利益有情众生，我想要完善自己，这个呢就是愿心的状态。可是为了能够真实的落实圆满自己、完善自己的这一块，
所以我要接受所以我要接受菩萨戒。那受戒起之后的菩提心就是行心了，就如同正在行走的人般。所以智者应当了知愿心和行心两者之间的差异。我第一站到攀越上去没讲吧，是吧？偏不三八三节，这三节去了吃饭了，三节嘛，你他们讲你对讲吧，没去过是进去搞什么？三节了偏做我去用去，三八那样。按照三节个行个长大年把个，按照三节七八了，七八个按照搞了攀越那样。我的提攀去个人，攀把三把咱们节讲，三节了攀多把攀多个三把咱们几个人，攀把三把咱们节讲，三节去了七八呢，那三节帮里边他们节东啊就当讲我的，只要得把那把攀越太大要我的，他没去过也是我的但是不要小看这个打从心里面真诚的想要帮助众生的这一颗愿心因为入菩萨行论又说到，如果当你打从心里面的很真诚的态度，想要一切有情众生离苦集苦因的时候，这个比你供养无边不可计数的佛净土的功德还要来得大。更何况是你真正的落实这种的想法于生活，你产生行心的话，其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更是殊胜。是不是女生那边才这样，各级才当经把切把了，告诉给我切把也是过去用是，是不是女生去了，让个对吧那个给才当我们那说话经把那样，很多切把的了，给我切把也把这那个刚刚给他给我的是吧？什么忙不？看都当年吧，什么场面吧，都中文吧那样，那不一样的吧，做不下去，他们这个结果在这里呢，朋友把他们不要把这没去过是吧？什么长大样了，敌人都对我写进，对我那面，一来三把他做大多进不大进没去过对于一个需要的一个贫困者，他当有求于你，你打从心里的真诚的善待于他，解决他的困难，都可以累积无比的功德。更何况是你打从心里面的很真诚的去善待一切有情众生，为众生所回向，其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入行论又补充说道：“对对的。”他告诉他现在解释把我呢，什么叫我的，他讲究个什么呢？推他们推的几个的，他马上就你们来了，一年说钱来说，他讲究个什么建议，是吧？所以，如同在推出从那么给往淘宝周围呢推出送过来，推出个哪了？讲究什么这个没把这都是话的。其他我就这些讲究村里讲话，讲究什么了话了，太大什么钱了话的，哪讲着了判断都讲究什么这些，讲究什么了话了，其他种现在话讲的，你吹牛了，吞住话他不要帮人把的所以，如同这边说到了，以菩提心为心要，菩萨们知道菩提心所带来的殊胜利益之后，会以这个作为他的修持的最主要的重中之重，它的一个核心。同样的，我们应该这么做，应以昼30夜30昼夜60无有间断的去思维菩提心，让它转成一种自然的一种思维、自然的一种想法、自然的习惯。那当然，在接受密咒金刚乘修学自胜仪轨的时候，里面有说到了昼30夜30昼夜60都要去思维菩提心的相关的仪轨文，透过这些仪轨文的念诵，边思维菩提心也很重要。第一上准备其他专家被第一确讲第一虽然特别出版业准备还是就新意思，准备其他个对讲把钱个点啊，讲究什么些就是其他专家虽然参新出版业是把科学难度把前面出版这样后面东啊把他们把东啊太大个科学东啊啦，说话七八这样，讲究什么东西，讲究什么意思？虽然参新出版业主要还是就新意思。这话他们讲这个东啊啦，
안에 봐 좀데 안에 봐 대봐 생각 대양 안에 사람 참신 두바에 조병 아신 조신 조와 탐장 안 돌아 조와 제비 지대 인생 而且路菩萨行论又说到了灭死生甘露即此菩提心，除贫无尽藏即此菩提心，疗愈最胜药亦此菩提心，彼为博士图。菩提心如同博士图，众生修气数，复是出古桥，度众离恶趣。彼是除热恼，东升心明月。所以在此路菩萨行论也说到了菩提心的种种的功德和殊胜。我当年不做的，那强求三了嘛，突然一张，虽然他们现在把也做人还是决心，做他们讲按照了做的切比决定，他们就我们说吧，那没得用过穷啊人，我一张，我们说吧，那当然，俺那。因为马的马上让这点个话那些这个了，谈不起就我们就说罢了。但呢，俺们因为看得上我的，是了，俺们那不一样，他把这边上去就看嘛，他把这边什么的在地里边的，他们就我们说罢了，没得用过穷啊意思，所以，如同路菩萨行论所说的，彼为博士图，众生修习处，复是出古桥，度众离恶趣；彼是除热恼，东升心明月；复是璀璨日，能去无知霾。是伴正法乳，所出妙醍醐。我们牛奶这样子一直去给它摇晃，或者是去shake， 去摇这个，去拌乳这个牛奶的话，牛奶的最主要的精髓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就是像是黄油吗？黄油就会这样出现嘛。所以黄油如同是牛乳里面的这个精髓般。菩萨们、智者们已知道，在诸多的修持当中，最主要的核心的精髓是菩提心，所以他们会以菩提心作为心药。哦呀，他不让动，俺说个动啊了，没得比逻辑建议就轻微了老讲。那俺说个东西了，他呢，连地里边，他那没得我就抽进那样，那东西就让些人买掉吧，这位东西、那位东西、那位东西、这位东西了买下来为啥？可以东西得到了，那没得你得到了，那没得别可以东西你我说他把天一个落的，你我得了这，是吧？那说白了，让可以东西进来，我就在咸阳东西进来我一张，那让先生家他们家东西，他们家了没对吧？他们家是不是恐怕那个的说白了都先结果的，是吧？所以以上的内容大概我们总结为3个阶段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想要堕落到恶趣，因此暇满的这个人生，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承办。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即便获得的暇满人生，可是我们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我们还是要经历业和烦恼的这个对我们的紧紧的掌控，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无法自主，因此我要获得解脱，这是第2个阶段。那第3个阶段就是说，如同我厌离业和烦恼的操控般，其他的众生也是如此啊。因此，我要把这种的思维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为了能够利益他们，我要完善自己，因此我要成就无上菩提。分这3大阶段。我也当然得先带下去。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回向。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尽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伊当咕噜那那面则拉嘎尼亚达亚美。这段要么嘞？那么段要说。要么嘞？这书也要么嘞？哎呀！
动，请起立。一切人活气。哈哈哈。等一下10点。好，那我们628的法友，开始稍坐一下，不要急，这么切。我是怕被抬马去，抬马去。特别香。
老大们。